好，咁今次係4月28號去到5月2號嘅 Trading Review 啦，咁就 Week 39。好，咁喺4月28號嘅時候咧，就做咗呢個恒生指數嘅 sell 盤啦。咁喺一個鐘頭圖嘅時間咧，大啲嘅 time frame 咧，可以見到有白色線呢個支持阻力位置啦，亦都連續幾次回測咗呢個位置啦，打咗個橫行，然後突破回測再向上彈啦。咁成個勢都係補緊個裂口啦。咁去到交易時間嘅4月28號啦，前個禮拜咧都一路做緊一個收窄三角形嘅一個震盪啦。咁星期一嘅時候就見到9點半開市嘅時候咧，有個好強嘅沽壓啦，就打咗落去。然後喺之後嘅30分鐘咧，做緊一個盤整啦。呢個盤整咧，亦都同之前嗰兩個底咧有個支持阻力互換嘅一個狀態啦。咁可以見到喺呢個位置咧，有一個陰燭嘅形態啦。咁係一個細嘅陰燭啦，跟一個大嘅陰燭。於是乎配合埋呢個支持阻力位置啦，加上見到佢係做緊一個 lower high 嘅一個走勢啦，咁於是乎就判斷咗一個買一個沽盤嘅一個操作啦。咁而最低嘅 target 咧就睇翻前底嗰個位置啦，即係呢個位置啊，大概呢個位置啊。咁好可惜個價格咧就揼咗個雙底啦，打咗個反轉就令到呢個 trade 係 close 咗嘅，輸咗一個 loss 嘅。咁整體嗰個分析上係配合到啦，但係就因為市場嘅波動啦，始終呢個係一個屬於一個橫盤嘅震盪交易嚟嘅，所以就比較容易俾個市場錯走。咁之後都有啲 trade 係講緊一啲橫盤中間嘅一啲交易啦，咁啊往後交易會盡量避開呢一類型嘅交易多啲嘅。咁4月28號啦，亦都做咗呢個日元嘅買盤啦。咁當其時咧，就一個鐘頭嘅日元走勢咧，就去到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支持阻力嘅 backtest 嘅位置啦，亦都個價格好快就彈咗上嚟啦。咁啊破埋呢一個下降嘅趨勢啦，就做緊一個上升嘅震盪嘅。咁啊概念上咧就買緊呢個 high high low 呢個走勢，去買一個延續嘅上升震盪啦。咁當其時就見到呢一段有一個618黃金比例嘅配合啦，於是乎就掛咗盤買升嘅。咁但係依家事後睇翻咧，其實佢呢個橫盤咧都處理咗好耐啦，亦都無法創一個新高嘅。咁就喺價格上亦都去到618位置冇一個反應啦，咁啊最終都輸咗呢個 trade 嘅。依家回望翻呢個 trade 咧，其實佢個價格打咗一段咁大嘅震盪嘅時候咧，就可以先攞翻呢一個limit order 啦，就唔撞盤入嘅，去睇清楚個走勢會唔會喺呢一個橫盤嘅震盪咧入邊出現一個假突破掹上嚟，去做一個交易嘅買賣會更加合適。咁4月28號啦，亦都買咗呢個黃金嘅交易啦。咁啊見到1小時大圖嘅位置咧，見到呢個位置不停回測咗個支持阻力位㗎啦。咁啊見到喺28號咧又回測咗一下啦。咁於是乎成個想法就係一個橫行底買升嘅概念啦。咁4月28號嘅歐盤時間開完之後咧，就見到有一個揼咗兩隻腳出嚟啦。咁於是乎就喺呢度介入咗呢個交易嘅。咁啊，而個價格最終都係向上走啦。喺我哋嘅預期前頂個位置就 take 咗呢個 profit 嘅。咁4月29號同30號都分別做咗呢個黃金嘅買盤啦。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喺橫行嘅中間做交易嘅一個唔理想嘅狀態啦。咁可以見到，雖然價格喺下方咧做過幾次嘅測試啦，咁第一個 trade 咧就見到有一段升浪啦，於是乎喺618中軸位置咧見到兩腳啦就部署買升嘅。
咁好可惜價格行唔到1:1咧，亦都打走咗我哋嘅其後嘅止蝕嘅。咁同樣地，如果喺一個橫行嘅中軸去做一個交易咧，就會面對比較多震盪上嘅挑戰啦。咁而第二個 trade 咧，咁喺4月30號亦都係築底再次彈咗上嚟做回測，行咗一個收窄嘅三角形啦。咁當其時呢個位置咧出現咗一個陽燭配合第二支延續嘅陽燭啦，咁就介入咗個交易嘅。咁好可惜，去到尾盤嘅後段咧，嗰個支撐就唔夠啦，就打穿咗我哋嘅止蝕啦。咁所以如果喺呢個震盪中間做部署咧，其實我諗需要3至4個條件嘅吻合啦，包括黃金比例啦，有冇明顯嘅支持阻力互換啦，陰陽燭嘅強勢程度啦，時間上面嘅配合啦，去做一個考慮去切入嘅。咁如喺黃金上咧，其實比較理想咧係等佢 either 係打穿咗呢啲底啦，做個回測跌啦，或者係吉穿呢個頂啦，做個回測買升啦。咁呢啲位置我哋去做交易嗰個成功程度就會大啲咯。咁5月1日啦，5月1日我哋係買咗呢個歐羅嘅買盤啦。咁1小時圖可以見到其實歐羅走勢向上走嘅。咁近期呢2個禮拜咧，佢係做緊一個收窄三角形嘅突破啦，行咗一個接近1:0.618啦，然之後就回踩落嚟，不停喺呢個位置做咗一個多次嘅 back test 咗呢條白色線啦。咁當其時見到歐盤嘅4點鐘時候啦，即係香港時間4點鐘時候啦，就見到佢揼到2隻腳啦，而白色線仍然係呢一個支持阻力帶啦，佢係升翻穿嘅。咁升翻穿亦都有個回調得好慢嘅一個回調啦。咁就於是乎見到回調再配合呢個回測咧，就喺度買切入咗市場嘅。咁當其時就 target 緊一個比較高嘅 reward ratio 啦。咁當個價格行到1:1左右突破咗呢個前頂嘅位置啦，就推咗盤嘅。咁好可惜嘅價格個動力唔夠，亦都係打咗個反轉向下跌啦。咁呢個 trade 就係close 咗嘅，係一個 draw 咗嘅 trade 嚟嘅。咁5月1號嘅尾盤時間啦，咁亦都做到呢個英鎊嘅 short 盤啦。咁見到咧1小時圖啦，終於喺呢個大位咧連續出現咗3次嘅回測啦。回測完之後，亦都有個震盪嘅配合啦，繼續向下走啦，個波段繼續向下走啦。於是乎就見到喺依個位置有一個支持阻力位啦，多次回測咗個底啦、頂啦，然後喺呢個位置放大嚟睇咧，就大概呢個位置嚟嘅，亦都做咗一個3支陰燭嘅配合嘅一個回測嘅。咁呢個係一個15分鐘嘅 trade 啦。咁於是乎就介入咗呢個 short 盤嘅交易啦。咁個價格行咗前底嘅時候咧，就已經 take 咗打咗雙底嘅時候 take 咗一半 profit 嘅。咁個價格亦都推咗一個entrance 位置啦，令到我哋成個交易係冇風險啦。好可惜，亦都係喺晚市嘅時候咧，個價格就打咗個反轉，慢慢磨翻上嚟，似乎想收復失地啦。咁亦都係打咗我哋個 entrance 位置就 close 咗呢個 trade。咁整體嚟講 week 39咧就做咗7個 trade 嘅。咁有2個係 take profit 啦，3個 stop loss 啦，2個 draw 咗嘅。咁整體個 account 咧仍然係輸緊1.2% 啦。較之前個幾個禮拜嗰個表現就穩定咗㗎啦。而當中輸呢3個 trade 咧都係涉及喺一個橫行盤入面嘅中間震盪位置做交易嘅。條件上係唔夠多啦，唔夠理想啦。嚟緊嘅交易嘅策略都會搣走喺橫行盤中間做交易嘅，除非係一個大嘅 time frame，譬如4小時嘅大橫盤入邊有一個趨勢啦，即係橫行中有趨勢嘅一個交易判斷上配合埋交易規則
可以入嘅時候先會去做交易啦。咁而今個禮拜個 trade 嘅整體嘅數目都細咗嘅，都穩定咗翻去之前個水平啦。咁可以睇翻其實之前咁多個 week 嘅交易咧，整體嚟講每個禮拜個 trade keep 喺一個單位數咧，嗰一個嘅禮拜嘅表現係比較好嘅，即係大概5至7個交易嘅數目咧係理想嘅比較，譬如 week 12啦、13啦、14啦、15啦、17啦、19啦，同埋21啦，都係做到正數嘅。而個交易但凡係大過7咧，其實可以見到係開始係唔穩定㗎啦。咁嚟緊個外匯交易都會 keep 喺5至7張間啦。咁如果恆指有機會做，都會做到一個禮拜會做翻2、3槍嘅交易啦。希望喺個交易上 keep 住係keep 喺呢個10個 trade 以內去控制到啦。